大家好，我係 Jordan 哥哥。今日咧又請到玄學家古裝神師傅咧上嚟同我哋講下呢個生肖嘅運程啦。咁啊，未訂閱嘅朋友可以幫手訂閱下啦，同埋幫手俾個 like 先咧。好，師傅啊，咁啊，今集我哋由邊一個生肖開始先呢？屬龍嘅朋友。好啊，好啊。嗱，今年嚟講咧，屬龍嘅朋友咧係太歲嘅食神星，咁食神咧可以生財啊，所以象徵住咧今年屬龍嘅朋友咧會有升職加薪啦，同埋財運亨通嘅跡象嘅。師傅啊，食神咧聽落去係咪真係有啲食神嘅咧？係啊，可以飲食啦，所以啊，今年嚟講咧，佢哋會係周圍去享樂啦，周圍會約埋班朋友食嘢啦，咁樣噶。咁啊，多啲飲食啊，食啲好嘢，同埋可能去下旅行咧，都會對個運程有幫助。係冇錯。好啦，龍嘅感情運咧，可以話係唔錯嘅，因為點解咧？佢本身有粒九紫飛星飛咗入佢自己個宮位度喎，咁所以咧都會令到佢有桃花嘅現象嘅喎。咦，九紫係喜慶星嚟嘅喎。喜慶星嚟㗎。咁會唔會結婚啊？咁樣嗰啲咧？都會有㗎，所以都有利佢婚姻啊、喜慶嘅事啊。好啦，屬龍嘅朋友咧，今年嚟講仲有粒寡宿星喺度。咁寡宿咧，一般象徵喪事嘅，屋企人要注意一下啲年長嘅老人家啦。咁啊，提防佢身體健康嘅問題啦。好，咁啊要注意啦，老人家。好，師傅啊，跟住落嚟，我哋係咪到講屬蛇嘅朋友咧？嗱，屬蛇嘅朋友咧，今年嚟講嗰個財運咧係相當之好嘅。點解咧？因為今年嚟講咧有粒六神星照住，咁呢粒六神係代表一啲財。咁師傅啊，六神咧嗰個六字係咪即係俸祿啊？係咪即係打工運都唔錯啊？唔錯㗎，因為本身六神咧係會提高咧一個人嘅事業運。以前做官嘅人咧就象徵咗一個六神咁嘅意思。好，師傅啊，屬蛇嘅朋友感情運又如何咧？同樣地啦，屬蛇嘅朋友咧，今年有一九紫星飛到巽宮，咁所以嚟講都會有助於屬蛇嘅人嘅姻緣嘅。咦，九紫星又係主喜慶喎。係啊。咁係咪真係有喜事啊？會有機會啦。嗱，屬蛇嘅朋友咧，今年仲有一粒天廚星，咁好得意嘅。咁天廚星嚟講咧，會象徵一個人咧中意入廚房煮嘢食嘅喎。咁留意下屬蛇嘅朋友咧，你哋會唔會今年咧好中意去學一啲廚藝啊？學廚藝啊？係啊。煮嘢食，係咪都會增加佢嗰個運程嘅？增加嗰個六神有關係嘅都。咦，咁師傅啊，咁聽你咁講，咁啊呢個天廚星咧，可能學煮嘢食，話唔定咧開創一個新事業添喎。係啊，嗱，屬蛇嘅朋友咧，除咗今年有六神之外咧，仲有比肩星。咁比肩咧代表朋友，咁所以嚟講咧，有機會佢哋會合作做生意嘅噃。如果再碰埋呢個天廚星咧，可能佢做嘅生意會涉及到咩咧？飲食業啦。中意煮嘢食嘅朋友咁咪啱晒啦。係啊，冇錯。好，咁啊注意下啦。好，師傅，咁跟住咧就講呢個本命年啦，就屬馬嘅朋友咯喎。今年屬馬嘅人咧就非常要當心啦，因為12生肖之中咧係可以話最低分嘅一個生肖，因為佢本身咧除咗沖太歲之外咧，仲有一個叫五黃星駕臨喺南方呢個宮位度，咁所以影響咗呢個屬馬嘅生肖。另一方面，佢又有一粒劫財星喺度喎，咁所以咧今年嚟講，屬馬嘅朋友咧小心事業、投資各方面啦。哇，咁師傅聽落去都麻麻地喎，劫財星，咁會唔會譬如投資啊嗰方面都要保守啲咧？係啊，今年劫財咧係會代表咗咩咧？劫財咧係代表咗一個人用錢破財嘅象徵甚至乎咧有機會俾人哋咧打劫咁呢類，尤其是借錢俾人又更加小心一啲啦，因為通常都唔會還錢嘅劫財。係啊，另一方面咧，屬馬嘅人咧，由於五黃駕臨之下咧，會有血光之災，有一啲無妄之災。咁啊要小心啲啦，即係咧屬馬嘅朋友，即係可能投資方面咧，盡量保本為主。如果屬馬嘅朋友，譬如去洗下牙啊，或者捐血啊，會唔會有幫助？最好係捐血啦，有正面嘅幫助喺度啊嘛，對人又好，對自己又好。好，明白。咁師傅啊，屬馬嘅朋友感情運又如何咧？感情運咧會受住劫財星影響之下咧，可能會有第三者出現喎。係啊。哇，係咁師傅啊，咁屬馬嘅朋友，咁啊個運程麻麻地啦，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幫補下咧？最主要都係要拜太歲啦。由於咧今年咧屬馬嘅人咧犯咗陽刃星啦，咁所以嚟講佢哋會有機會做手術嘅喎，尤其是要注意一下心臟啦、血液健康啦。好啊。哇，咁啊聽師傅你咁講，咁啊最好即係去捐下血啦。
拜太歲啦，嗯，同埋做下 body check 喎。係啊，冇錯冇錯。咁抽下血都可能咧可以化解到個血光之災。係啦係啦，同埋一啲危險嘅活動咧都盡避免做，因為本身咧五黃星都可以代表血光之災啦。明白。咁所以總結一下，屬馬嘅朋友就最好咧投資各方面都係盡量保守啲啦，即係唔好去一啲咁高危嘅活動咁樣啦。係。好，唔該晒師傅。好，師傅咁赤馬紅羊咁講完馬就不如講下屬羊嘅朋友嚟。好啦，屬羊嘅朋友咧，今年傷官入命咁傷官咧代表口才嘅意思，同時間咧就代表嘴嚼嚼一個人咁所以咧容易得失人。不過咧好彩佢今年咧個12生肖嗰個未土咧就冇同太歲有咩衝突，咁所以咧未至於有造成啲咩災難嘅。好咁師傅屬羊嘅朋友，佢哋嘅財運、事業運又點樣咧？都一般般啦，都係平穩嘅，不過要注意一下人際關係啫。好，咁師傅咁另外屬羊嘅朋友，佢嗰個感情運又點樣咧？今年嚟講咧，屬羊嘅朋友咧冇官星又冇財星咁所以嚟講咧要有突破都唔係咁容易嘅平平穩穩咁啦。咁所以如果冇拖拍咧，就唔好心急。今年冇錯冇錯，不過要注意一下，假如佢想追小朋友咧，今年咧係比較容易啲嘅，即係女性嚟講追小朋友。師傅咁另外屬羊嘅朋友，事業仲有啲咩要注意咧？好啦，今年嚟講咧，屬羊嘅朋友有金魚星去駕臨佢嘅生肖度啦，咁所以嚟講咧，佢喺工作上邊咧都會有較好嘅發展。咁另一方面咧，佢有呢一個攀安星駕臨拼埋一齊嘅時候咧，佢有轉工嘅機會。咁當然啦，佢由於冇同太歲有一個特別嘅衝突，咁所以嚟講咧，佢亦都唔會構成一個好大負面嘅影響噶。咁如果想轉工咧，就可以考慮下今年啦。有機會啦，有機會轉工啦，係啦。好，唔該晒師傅。唔使。好，師傅，咁今集咧就同我哋講咗龍啦、蛇啦、馬同埋羊4個生肖嘅，咁唔該晒古裝神師傅啦。好，咁另外咧呢一度就有古裝神師傅嘅聯絡方法啦，另外亦都有古裝神師傅嘅 Facebook 啦。如果有興趣咧，可以 follow 下古裝神師傅個 Facebook 啦，睇下一啲玄學嘅知識同埋資訊咁樣。另外，如果你譬如個人嘅運程或者風水上邊有一啲問題想諮詢師傅咧，亦都可以約師傅去面談嘅。聯絡方法喺度。另外各位朋友，麻煩幫手俾個 like 啦，未訂閱嘅朋友幫手訂閱一下，好支持一下 Jordan 哥哥。好啦，多謝晒古裝神師傅。我哋下一集再見啦。講埋另外嗰4個生肖，拜拜。拜拜。